咁我應該要點樣去迎接呢一個貴人？我應該點樣做係最好咧？發揮到最勁咧？呢一個力量。嗱，最好嘅方式咧就係修身養性啦，係啦，成為一個善良啦、努力啦、值得被幫助嘅人啦。同時咧，亦都可以多啲同你自己天月貴人對應嘅生肖去接觸嘅，係啦。譬如你係一個甲木，咁你就可以多啲去同屬牛啊、屬羊啊嘅一啲朋友去多啲相處啦。又或者係如果你遇到困難啦，都可以打個電話去問下佢哋意見嘅，咁佢哋或者就會俾到一啲好有效嘅意見俾到你啦。咁如果我冇呢粒星咧，咁我應該點算咧？嗱，如果你冇呢一粒星嘅話咧，你亦都可以去揾你有，即係譬如你係甲木啦，咁你就可以去揾翻屬羊啊、屬牛嘅人啊，去傾偈啦，多啲黐佢哋啦，因為佢哋係你嘅貴人啊嘛，係啦。咁第二種方法咧就係你去揾你身邊係有呢粒星嘅人，有天月貴人嘅人，去多啲同佢親近。譬如話我做咩事，我同佢一齊，可能我都會安全啲。係啦，係啦，即係搭車啊、坐巴士啊，冚唪唥同佢一齊就係啦，有咩意外啦。特別去旅行搭飛機啊、出差搭飛機啊，同佢哋一齊咧就唔會墜機啊。好啊，我明白晒啦。